大家好，我係 Florence。馬斯克嘅 SpaceX 就嚟上市啦。呢間公司喺全球引起好多嘅話題。咁我哋呢一集就了解下 SpaceX 究竟係一間咩公司，馬斯克同包銷商係點樣推銷呢一間公司，而分析員對呢一間公司又有啲咩睇法？呢一集嘅內容純粹係個人意見，唔係投資建議，請大家喺投資之前自行做好投資分析。喺招股書裏面，馬斯克就講，航空嘅意義就係未來會更好，而關於未來就要認為明天會更好，而令到佢最興奮嘅事就係走入去太空嘅行星裏面。SpaceX 嘅優勢就係佢嘅太空業務好難被複製。佢嘅太空運輸即係將衛星發送到去太空嘅軌道上面，嗰個成本係特別低，因為佢哋嘅火箭係可以重複使用。由公司成立2002年開始計起，火箭發射嘅次數已經有650次，喺太空裏面已經有超過咗6500粒衛星係由佢哋控制嘅，即係話喺太空裏面有超過80%嘅衛星都係屬於星鏈嘅，而佢哋覆蓋嘅國家已經達到164個國家，用戶超過1000萬。當中包括有政府、公司同埋私人。喺今年2月 ，SpaceX 同 xAI 合併咗，喺 X 同埋 Grok 嘅平台，總共有5億5千萬嘅活躍用戶。SpaceX 準備喺6月11號星期四上市，公司估值高達18000億美金。目標係籌集7500億美金，呢一個數目係有史以嚟集資最多嘅數目。佢係對上一次2019年沙地亞美集資嘅3倍。佢會出售5.555億嘅股票，每一股135美元。呢一間係一間唔賺錢嘅公司，所以佢係冇市盈率。而每股對銷售嘅比例就超過95倍。而家有分析師話呢一間公司嘅估值高得離譜，一間唔賺錢嘅公司，佢嘅市值竟然高過 Meta、巴菲特嘅巴郡同埋沙地亞美呢啲賺錢嘅公司，市值排喺美股嘅10名之內，但係如果用佢嘅銷售額嚟排名，2025年嘅187億美金嚟計算嘅話，佢就要排喺230名左右。喺招股書度有一句寫住，呢一個上市集資係人類史上最大嘅可操作市場機會。呢一個係一個太空嘅業務，大家要用無限嘅想象去想象一下太空，當中包括太空旅行、去月球同埋火星嘅客運、貨運，喺嗰度建設物流中心。想象一下喺月球同埋火星嘅能源生產同埋製造，尤其係太陽能。喺地球度有一啲科研係受到地心吸力嘅限制，例如喺製藥，佢嘅高藥物溶解度、純度、結晶呢啲，因為環境嘅條件限制，喺地球上面製造唔到，以後就可以運去太空嗰度製造。仲有啲先進嘅材料同埋半導體
一樣都可以運去太空嗰度製造。總之，你就幻想一下喺月球嗰度興建工廠同埋發射站，呢啲以前未有嘅想象，你而家可以大膽幻想。幻想一下去其他星球嗰度挖掘金屬，但係你千祈唔好幻想貴金屬。如果某個行星有好多黃金，令到金價跌咗落嚟，你又賴係 SpaceX 㗎喇。幻想一下喺太空挖掘到稀土同埋其他重要嘅原材料，甚至有分析師叫大家幻想一下殖民去火星，喺火星做房地產生意。不過你就唔好幻想有外星人經過地球嘅時候，見到有咁多衛星，就攞星鏈嗰啲衛星嚟做靶，破壞咗佢嗰啲衛星。咁樣諗係唔會發達㗎。又或者你可以諗，第二時喺地球最長嘅飛行時數，就好似由紐約飛去香港咁樣，最多只需要30分鐘。呢啲嘅奇妙幻想，聽落去似唔似18世紀嘅南海泡沫？當時南海公司都叫大家幻想一下，喺南美遍地都係黃金同埋寶石。聽到呢度，大家係咪以為佢係一隻太空股呢？而家就睇一睇佢嘅財務報表。喺2025嘅財年，太空發射嘅收入有8%，而星鏈嘅收入有50%，佔咗一半。人工智能嘅收入有22%。星鏈係由2019年開始營運，已經營運咗7年。火箭發射同太空網絡已經係 SpaceX 壟斷嘅市場。到而家為止，星鏈網絡嘅收費係佢最重要嘅收入。但係喺同一時間，佢嘅資本開支增加咗幾乎有1倍，去到207億美金，而超過一半係用嚟發展咗人工智能。投入咗喺人工智能嘅資本開支，令到 SpaceX 喺2025年嘅財年損失咗49億美金，而喺26年嘅第一季都仲係繼續虧損43億美金。你係咪喺度諗太空有無限商機，好快喺太空就會賺到好多錢？咁樣 SpaceX 就可以繼續支持人工智能嘅投資。SpaceX 話你知，佢而家已經接觸到6萬億嘅市場，有6% 係由太空嘅市場嗰度嚟嘅，有27% 係由星鏈嗰度嚟嘅，而有超過60%嘅市場係由人工智能嗰度嚟嘅。如果我哋嘅幻想再大一啲， SpaceX 嘅潛在市場就會高達285000億美元。哇，都話宇宙有無限嘅商機，係嘅，太空加星鏈嘅潛在市場只有7%，但係呢度嘅估計話，佢有93% 嘅商機係由人工智能嗰度嚟嘅。所以有分析師認為佢係一間人工智能嘅公司，並唔係大家以為係嘅太空公司。喺今年嘅1月，有研究就公布喺人工智能裏面，市場最大嘅佔有率仍然係 ChatGPT， 跟住就係谷歌嘅 Gemini， 而 Grok 佢只佔有市場嘅 3.4%。以26.5萬億嘅潛在市場去計4%，相等於只有1萬億嘅潛在市場商機。XAI 嘅主要收入係來自佢其中一個對手 Anthropic。Anthropic 同 XAI 已經簽咗一個合作協議，佢每個月
會支付$12.5億嘅費用去租用 XAI 嘅數據庫。嚟緊 XAI 會建立一個太空嘅數據庫，佢相信之後會有其他公司去租用佢嘅資料庫。佢同 Anthropic 嘅合約為期只有6個月，XAI 係可以隨時改動，隨時加價或者減價。如果資源緊張， XAI 可以終止合約，視乎情況而定，而雙方都可以提前90日通知終止合約。如果 Anthropic 取消呢單合約嘅話， XAI 嘅財政狀況就冇咁好睇啦。咁究竟 SpaceX 係一間咩公司呢？喺招股書裏面， SpaceX 係咁樣形容自己嘅，佢係一間集太空、星鏈網絡同埋人工智能於一身嘅垂直整合嘅公司，業務包括設計同埋製造硬件同軟件嘅基礎設施，仲有供應火箭發射同營運尖端科技嘅產品，例如太空船，同埋服務將太空人同衛星，仲有其他貨物送上太空，用 AI 探索太空，將生命帶到去多個行星度。呢一個商業模式係難以複製，佢哋嘅技術係世界一流。不過而家最尷尬就係佢喺田納西州同埋密西西比州起緊嘅新嘅資料庫，遭到當地居民激烈嘅反對，同埋嗰啲資料庫唔係由太陽能發電，而係由46台天然氣嘅鍋爐發電。嗰啲天然氣鍋爐發電機唔單止未攞到許可證，仲收到好多投訴。有啲美國人而家對人工智能都開始反感，因為佢覺得人工智能唔單止攞咗佢份工，仲令到佢哋嘅電費、水費都大幅上升，生活艱難。佢哋話實在無法擁抱人工智能。你哋有你哋唔高興，科技巨頭就繼續抌錢落去，爭做人工智能嘅最後大贏家。根據福布斯6月2號嘅公佈，馬斯克而家嘅身家有8240億美金，當中包括12% 嘅特斯拉股份，同埋41% 嘅 SpaceX 股份。如果 SpaceX 成功上市嘅話，如無意外，馬斯克就會成為第一個1萬億美金富豪。SpaceX 的確係馬斯克嘅玩具，馬斯克將會成為呢一間公司嘅 CEO、技術長官同埋董事會主席。佢同佢嘅天使投資者都係擁有 B 類嘅普通股票，一張 B 股就有10個投票權。而而家佢集資所賣出嚟嘅股票屬於 A 類股票，一張股票只有1個投票權，所以馬斯克將會有 SpaceX 公司嘅超過80%嘅投票權。公司任何一個股東如果覺得公司嘅政策唔好，你想投反對票，又或者你覺得馬斯克做得唔好，你想罷免佢，對唔住，即使所有股東聯合起嚟都做唔到，因為呢一間公司係佢一個人講晒。市場認為買 SpaceX 嘅股票嘅人都係馬斯克嘅擁躉，佢哋相信馬斯克嘅能力，所以佢哋係唔會研究公司嘅財務狀況。比起其他嘅上市集資，今次係預留多咗俾散戶去購買嘅。馬斯克同埋其他重要嘅投資者
係同意366天嘅禁售期，而其他嘅投資者嘅禁售期最快就會喺2026年第二季財年報告嗰度，即係今年9月嘅時候，禁售期就開始解除。上市之後180日，大部分嘅禁售期都差不多解除晒。近幾日有消息講，SpaceX 嘅上市集資唔俾香港人同大陸人參與，理由係禁止敏感科技出口。其實佢仲有一個理由，就係配合中國嘅政策。佢唔想佢嘅股東見到股價上咗，好快就將抽返嚟嘅股票掟出市場套現。佢要佢嘅股東揸住啲股票唔放，係佢嘅忠實支持者。因為如果股價表現好嘅話，比起發售價高出30%以上，咁股東就可以沽更多嘅股票。咁究竟市場預期 SpaceX 上市之後股價嘅走勢會係點嘅呢？有人話 SpaceX 上市嗰日就係股市見頂嗰日，因為佢喺市場嗰度抽走7500億美金，令到市場缺水。但係有資深嘅投資者話，唔係上市嗰日，而係比上市日再早幾日。喺6月2號呢一個貼文就話，投資者係需要早幾日前將佢哋手頭上嘅股票套現，先至有錢去抽 SpaceX 嘅股票。所以市場估計一開始股價可能會受壓，尤其係科技股，因為谷歌同 Meta 佢哋都宣布要批股集資，籌錢起佢哋嘅數據庫。谷歌要籌800億美金，而 Meta 都要籌幾百億美金。未來幾年唔批股已經好好啦，股份回購諗都唔使諗。但係納斯達克指數、標普500指數同埋羅素指數都為咗佢而更改咗規矩。本來上市需要超過90日先可以加入指數，而家可以喺上市之後嘅5天至到15天就將佢擺落去指數裏面，咁樣會令到超過200幾隻嘅指數基金立即要持有佢嘅股票，而佢只係攞3% 嘅股份出嚟發售，咁樣會大幅影響市場對佢嘅需求。所以 SpaceX 嘅股價之後係可能會有上升嘅空間，但係大家又唔好諗得太樂觀，因為佢籌嘅錢7500億美金唔夠佢使，喺未來呢幾年佢仲要批股集資，喺佢嘅預算佢仲爭2350億美金去還債、去收購、去發展佢嘅人工智能，所以喺不久嘅將來佢會繼續批股集資。仲有佢嘅對手 Anthropic 已經交咗表，會喺今年嘅第3季上市，估計市值會接近10000億美元。至於 OpenAI 幾時上市，就要睇 Anthropic 嘅表現啦。如果 Anthropic 做得差嘅話， OpenAI 上市就冇咁容易啦。買 SpaceX 嘅投資者，你唔可以睇佢嘅財務報表，因為你睇佢嘅財政狀況就會覺得佢貴。你買佢一定要好有想象力。公司同馬斯克有一個協定，佢話如果 SpaceX 實現火星殖民呢個計劃，就會俾馬斯克10億美金作為獎勵。
但係呢一個協定基本上就係一個笑話，因為馬斯克係可以派息俾自己，根本就唔需要去實現火星殖民呢個計劃，佢都可以喺公司嗰度攞到10億美金。喺招股書裏面，馬斯克有講到點解佢有呢個火星殖民計劃。佢話佢唔想人類同恐龍有同一樣嘅命運。佢認為人類面臨好多威脅，例如有小行星撞地球，同埋火山爆發呢啲自然威脅，又或者有人為製造嘅災難。言下之意，呢一個計劃係一個走難嘅計劃。不過喺佢嘅風險披露嗰度講，佢話呢一個殖民計劃可能永遠都唔會實現。佢仲講 SpaceX 喺過去24年總共虧損咗370億美金，呢一個數字喺過去新上市公司裏面係從來未有過嘅。公司嘅虧損可能一直維持落去，尤其係如果有規模咁樣生產太空船失敗或者延誤，就會導致嚴重嘅風險。因為太空船有助下一代星鏈嘅發展，衛星同埋太空網絡、太空軌道上面嘅人工智能運算系統都會一齊受到影響。如果呢一個情況發生嘅話，未來公司可能無法實現盈利。佢嘅對手 Jeff Bezos， 亞馬遜嘅老闆，喺上個月發射火箭失敗咗，佢成個發射台都燒毀，估計需要1年嘅時間去重建返佢嘅發射台同埋火箭。如果你鍾意我嘅分享嘅話，請點讚、分享同訂閱，記得撳個鐘仔啊！拜拜。